大家好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我做老師咁多年所觀察到4個 speaking 考試入面最常見嘅大忌，記得 save 低佢喺考試之前睇多2次，順便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。唔單止而家搞緊練習嘅 giveaway， 我遲啲仲會將全部重點再整合多次，想提住自己嘅話記得 follow 啦。第一，千祈唔好全程攞住張 note 卡嚟講嘢啊！好多同學去到考試嘅時候會驚同埋心理緊張，咁就不自覺咁樣攞實張卡，當咗張卡係命根。咁結果會係點樣呢？就係你越拎住就會越不自覺咁樣隻眼咧係掛住望住張卡。有啲同學甚至不自覺地全程低頭望卡讀上面啲字，個樣咧就完全 show 唔到任何討論應該要有嘅互動啦。咁所以大家記住就係考官係想睇你嘅 communication， 唔係想睇你 reading aloud。咁所以我嘅建議會係張卡只係用嚟提醒你自己嘅啫，你唔好過分依賴你張 note 卡啦。發言嘅時候，為咗避免不自覺地望實張卡，我會建議你訓練自己索性唔好掂張卡啊，盡量有意識咁樣喺發言嘅時候抬起頭望住其他考生去講，咁先似翻同人哋交流噶嘛。第二樣嘢就係要交戲，有啲學生呢可能掛住思考啦，所以呢就會擺出一副面癱嘅表情，完全冇交戲，變咗喺考試嘅時候呈現出嚟嘅氣場係唔投入喺個討論裏邊。我嘅建議係，雖然你係考緊說話卷，但係你呈現出來嘅態度係好緊要嘅，你要帶住一個積極願意交流嘅氣場入去，對住其他考生適當嘅微笑、點頭、眼神接觸係必須嘅，你必須要令人覺得，咦？呢位考生好 enjoy 個對話，而且係好願意同其他人交流，係積極嘅。嗱，都有少少考驗演技㗎，就算你入面驚到震，外面都要演到好淡定。第三啦，千祈唔好縮埋一嚿，好多同學因為緊張呢，就會不自覺咁樣膊頭縮埋啦，耷低個頭啦，成個人望落去好冇信心。嗱，你平時自己係唔覺㗎，所以咧由而家呢一刻開始嘗試多啲去留意下自己嘅坐姿，坐低嘅時候，幻想自己係生物主播，膊頭要打開，條腰要坐直，雙手最好自然咁樣擺翻喺張台上面。咁樣做唔單止會令到你個肺部擴張，講嘢可以大聲啲啦，最緊要係俾到一個我有信心嘅 signal。到最後啦，唔好諗住一次過嘔晒你準備嘅 point 出嚟啊！可能就會覺得越多 point 越高分，但如果你有仔細睇 DSE 個 marking rubrics 咧，你會發現 ideas and organisation 兩樣嘢喺同一個 category 入面，兩樣嘢係並行㗎。再者，如果你一輪嘴咁樣講晒，冇消化或者對其他考生嘅發言作出任何回應，咁又點算得上係一個好嘅討論呢？最忌就係啱啱上一個考生講緊 A， 你為咗要講自己準備咗嘅 point， 突然間跳去講一個完全唔相關嘅 C 度，最後呢只會得不償失。所以我嘅建議係記住唔好為講而講，最緊要係 stay on topic， 個 flow 係好重要嘅。每次發言除咗要 acknowledge 翻其他考生嘅意見，當你講你個 point 嘅時候，最緊要係講得清晰。記住講得清楚而精簡呢，總好過你講好多，但你嘅表達係混亂嘅。嗱，呢4點看似同你嘅語言能力冇直接關係，但你記得要避開啊。當然呢個都需要花時間去練習，我就會建議你同朋友組團練習嘅時候呢，可以用手機記錄低呢8分鐘，每次睇下自己發言嘅時候到底清唔清楚，或者有冇啲位要執得更好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 share 埋俾你一齊考 DSE 嘅戰友。如果仲有邊個部分覺得難，可以留言講俾我知，我下次再同大家拆解。加油啊！最後我仲想喺呢度提到大家最後一樣嘢，就係唔好無啦啦考試考到一半走去同個考官有 eye contact。第一，咁樣呢就好出戲啦，因為呢個小組討論係唔係同個考官進行嘅。第二就係喺呢個咁緊張嘅考試環境，突然間望住個考官或者望住個老師呢，其實你會更加緊張㗎，所以千祈唔好做呢樣嘢。